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南投县政府有咧暗算，要伫民间的新民村来起焚化炉。当地自救会是摕到5000多人的联署书到乡公所来申请，请乡长来做自救会的会长，甲因徛做伙。 诉求甲心声，民间乡反焚化炉的自救会来乡公所头前，希望乡长会当甲因徛公平，让所有的乡民都知道焚化炉的危害。甲陈情书交予乡长，民间反焚化炉即马有5046个人联署，除了对初步地点有疑虑，也烦恼焚化炉会有空气甲水质污染的问题。焚化炉的周遭的这个覆盖8公里以内都会受到影响哈。初步评估其实对于这个整体的空气品质并没有太多的影响。 那另外，我们焚化厂是没有任何废水排放的。自救会嘛提出疑问，即马全台焚化炉已经有到处理全台的粪扫，南投县那就爱家己起，应该积极甲各县市协调。全台湾目前有超过100座的垃圾山，堆积超过将近100万吨的这个废弃物。为着解决粪扫问题，县府的环保局指出，会起全台上严格标准管控的焚化炉，卖进行完整的评估报告，甲乡民沟通，绝对袂凊彩推动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